知影谁要安排，命运好歹，一人路一款。有时阵想要放弃，想要挽回。哎呦，好赞！不是他没有。我点看英雄联系666。不要。我们的挣钱或者是我刚刚还是吹冷气。夏天你也穿长裤啊？你好猥亵！他是够白的啦。不是，你等我，你即马等我，等我讲完，看人愈来愈侪啊，讲来看大尾。家长不要切，家长不要切。我去跳河。我自细汉哦，就食你的小羹哦，到大汉。小外捏啦，捏啦。我自细汉就是食你的小羹。小凳。我慢慢啦。哇！哦，啊，你有先来打吗？我好难过。啊，就那像一个导演嘛，我哩讲我都邓安，拢徛重机啊，啊，即摆无钱，那落雨就大家吃饭，让看他可以来。几看找到做就感谢。阿姨，